呢度有沓白色嘅卡，攤開佢咧，裏邊有一隻咧，同其他嘅有啲唔同嘅噃。喺變呢個魔術之前咧，請決志者咧摸下呢張卡上邊有冇一啲膠水啊，或者有啲線啊、繩啊黐住佢嘅，冇啦。好，請你伸開手。呢個罪係屬於你嘅。呢張卡上面有一個罪字。聖經話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經文係記載喺羅馬書3章23節。罪使到我哋同神隔絕，我哋冇辦法靠自己恢復同神嘅關係。但係神愛我哋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3章16節。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，佢流嘅寶血洗淨咗我哋嘅罪。今日神喺度呼喚你，邀請你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。你願意相信耶穌，接受佢嘅救恩嗎？如果你願意，請你講，我願意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。我願意接受耶穌為我嘅救主。感謝神，你嘅罪已經蒙耶穌嘅寶血赦免啦。請你將隻手好似我咁翻一翻。咦？罪呢？